啦安尼，吼，咱来唱看卖。速度90之类的。对头哦。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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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好。这样很有意思哈，这是以色列民谣，好，唱到一半有小天使跑出来，还行吗？我们的指挥老师、伴奏老师非常贴心，说大家可以跟着唱比较重要，所以有手卡板的，咱过来试看卖哦，好，第一节就好，预备，来。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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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第二节，地恩望着花语，地恩望着花语，地恩望着花语，嘟嘟嘟嘟，地恩望着花语，地恩望着花语，地恩望着花语，地欢乐嘟嘟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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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唔知是不是只有我家己安尼感觉，迄啦啦啦吼唱较紧的就会跳起来的，好，我们稍微加快一点点试试看好不好？快一点点，咦，很想要唱快一点吼，好对。第一节哦。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你心之中我是，咱好在心歌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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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趣味吼。我第一届家己要练歌的时阵，发现我若是伫啦啦啦一直看吼，我拢唱袂出来。也毋过咧听说迄个旋律吼，啦啦啦自然就对咧唱啊。所以咱吼莫遮认真安尼算迄啦啦啦，你会头壳晕啦吼。搁唱2届啦啦啦好无？吼，无得较等下要看，我即摆拢免看，我就直接唱咧吼。因为感觉即句唱了就是爱遮即句足顺的呢吼。啦啦啦的第一个音。预备来，哎，好，预备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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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再一次哦。厉害，我的信心是正确的。我跟他们说，不管我们唱快一点嘛，好，谢谢大家跟上的哈。好，所以第一章够唱几遍，好。对，第一节就好。预备，来。地心记的关系，地心记的关系，地心记的关系，然后三心各组。地心记的关系，地心记的关系，地心记的关系，然后三心各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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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人个献到信息277首，咱今日会用这首东正教传统礼文的祈祷，咱会唱一遍就是2届，好，弹一次好了，不是一遍是一次，谢谢。圣歌队可以的话，请自由选。专首就是2遍哦，预备来。既是至关兄弟，既是在彼此在，既是跨兄弟，有你灵光。旋律是关起哩，然后这首信息其实真特别，以后有机会过来选吼。伊其实下骹有讲，这首信息吼上好是莫有音，为啥呢？咱家己唱，吼，要毋过因为第一届唱，所以一定需要音啦吼。所以咱搁拍拼，搁来唱几首2遍，第一个音，预备来。既是至关兄弟，既是在彼此在，既是跨兄弟，有你灵光。即是
只是请咱安静心，准备三五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闭慢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恁着学罗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三个来念信诗，信诗第277首，至圣至高上帝，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以西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因全能的地上水，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年的主。我信属伊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对以前悲生的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教爸同齐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救主，对天降临，对圣神小在七路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中耶稣日来为咱定死的，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受天现在坐爸的正平，伊要定阴光再来，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辜负有无尽，我信主我也主现时，对爸甲囝甲爸囝同是敬拜，当受阴光。伊捌我先知讲话，我信是个为着主属道的教会，我做的这个对社会的这个，我以
会众请坐。客运文三角来客运，客运文第32篇，也是诗篇130篇。我来客，请会众来应。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必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这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你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得到真头生，互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意义甲祝福。阮感谢你所赏赐的一切，感谢你的恩典，我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也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照主的命令彼此相听。这时，阮也为着教会刷落来所有举办的福音之声的音乐会、福音餐会、双人安养中心、野外礼拜，以及学语学校的事工来做准备。求你赐予阮的同工有力量，甲智慧，帮助阮拢会当顺利来完成。阮也将这服侍的同工、众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通过这服侍的事工。丰富阮今后每一个人的属灵性命，然后阮会当常常踮伫主的疼内面。阮今日的礼拜也求主圣灵降临伫阮的中间，透过我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真道，也互阮会当活出得胜的性命，为主做光，为主做盐。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将荣耀权柄拢归伫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圣经三角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5章第1节到21节，出埃及记5章第1节到21节。后来。摩西甲阿伦去见埃及王，对伊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节敬拜我。”埃及王讲：“上主是啥人？我哪着听伊的话？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嘛不准以色列人离开。”摩西甲阿伦讲：“迄个人的上帝，对阮显现。”请互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向上主，阮的上帝献祭，则免伊用瘟疫甲刀剑伤害阮。埃及王甲因讲：摩西、阿伦，恁是安怎叫这个百姓莫做工？转去做工。埃及王阁讲：现在这个民族人遮多，恁既然叫因停工，迄日埃及王命令埃及的道工甲以色列人的工头讲：恁莫阁亲像以前款袂过，互遮个百姓做庄仔，袂过互因家己去捡，就要求因做以前共款数目的庄仔，连一地拢袂得减。因贫惰，所以大声要求要出去向因的上帝献祭，就互遮个人做较重的工课。互因忝甲无要，互因忝甲袂去互人使人，埃及的道工甲以色列的工头对人民宣布：埃及王安尼讲，我无要过袂过互恁，
恁家己去找，家己去捡。毋过恁搞出来的砖仔袂用减少，以色列人就四散去埃及转地，捡麦丛的头代替麦果。倒工也袂用讲，恁家己搞出来砖仔的数目，就甲有互恁麦果的时相款。埃及王的倒工派因派去管理以色列人的工头讲，即几日恁若无照以前规定的数目交砖仔，以色列人的工头就来甲埃及王要求讲，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倒工无麦果互阮，阁要求阮交相款的数目的砖仔，阮互人拍，拢是恁埃及人的毋对。王讲，恁实在贫惰，有够贫惰，才要求要去甲上帝献祭。现在恁着转去做工，麦果毋互恁，砖仔的数目袂用减。以前以色列的人的工头听到逐日交砖仔的数量袂用减，就知影惨啊！因对埃及王遐出来时，拄着摩西甲阿伦伫等因就甲摩西甲阿伦讲：愿上主降察，互恁刑罚，因为恁害阮互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怨气。互因有理由抬阮。圣经以上赞美，请信歌队赞美的诗歌，我一生得救主应带。
进刀，即时请吴牧师来进刀。题目是放我的朱明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就亲像我顶礼拜其实一开始我就有讲过，咱的圣歌队其实毋是咧表演，伊是咧带咱做伙敬拜。所以当咱做伙咧听因吟的时阵，就亲像顶礼拜咱会当领受到伫无共款的献诗内底，迄种定住伫十字架的祈祷以外，今仔日咱也常时会当听到因带咱，着行入每一个人生命有可能所拄着的困难，甲崎岖的路。总是虽然安尼，做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知影，虽然咱生命会行入黑暗的时，总是咱确信有上帝一路的引带。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透过伊引带咱的敬拜，互咱亲像咧行人生的这条路共款。虽然有黑暗的时，总是上帝嘛伫黑暗中带咱经过。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也邀请咱咱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甲伊忝头，甲伊讲平安，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爱真欢喜哦吼！你若真有当时也是安尼吼，咱若心内底无啥会爽快，早起是上早强学来。也是安怎，可能无啥欢喜，总是当咱开喙，边仔的人分享的时，我相信上帝就会开咱的心，互咱真正欢喜。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的软弱甲欠缺，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互阮。伫阮生命中困难的时，你就要甲阮做伙伫地。是阮有困难，甚至阮亲像落入黑暗的深渊，总是上帝你的手就甲阮做伙伫地。伫困难中，你会帮助阮一路引带。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1955年，大概就是距离现在71年前，美国的南方阿拉巴马州有一个所在叫做蒙哥马利。当时市内公车有迄个种族隔离的法规甲法令。换一句话来讲，当时的巴士是安尼，当时因市内坐巴士头前4排是白人坐，黑人袂当坐。简单来讲是安尼，头前4排，然后后壁，所以黑人。只会当上车了，上巴士了，只会当客去后壁。头前4排就是白人爱坐。然后若头前4排白人若坐满，然后后壁迄排，就爱佫有白人起来，后壁迄排就爱黑人就爱徛起来让位。简单来讲是安尼。12月1955年12月1号。实际上，这项代志已经伫阿拉巴马州已经推行真久的时间。12月1号当年的12月1号，有一位叫做罗莎帕克斯的女士，经过一天的做工了后，伊真野性的身躯就上巴士，想要转去因兜。当时迄天下晡时。全巴士差不多要满位，
旧村白人专营区第头4排的后壁迄排第5排有空位，罗莎就坐落来。迄排4个人当时拢是黑人，陆陆续续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因为过了站，然后突然间，迄个白人坐头4排拢坐满，阁有一个白人上车的时阵，迄个司机就命令后一排的黑人：“起来哦，让位哦。”所以坐伫罗莎身躯边3个黑人拢爬起来，就要让互这个白人。总是迄时阵，罗莎毋知安怎。伊拒绝爬起来。迄座位明明有4个人，是安怎4个黑人爱让一个白人坐？所以上尾，迄天是安怎？迄天后来司机就报警察，警察就将罗莎抓入去审问，然后告伊违反市政府的公车条例。一开始是有一个协会咧帮赞罗莎，后来因就讲你爱去找咱的社区的宗教领袖，所以因为安尼才找到马丁路德金恩。当时马丁路德金恩牧师拄来到因的社区来服务，伊上少年，所以上无包袱。然后村呢，这年长的牧者，拢将这个歹空的，就撒互伊，讲你爱去帮赞这个人。所以马丁路德金恩不得已，伊拄对真好的神学院毕业，也拄要开始伊的牧者生涯，伊真不得已。接到这个任务，然后伫迄天，伊呼吁大家继续来卖坐公车，对因发起一个运动啦，卖坐公车，无坐公车袂犯法吧？对无？无嘛吼，你著卖坐公车就好啊嘛吼。总是迄时阵，迄个这个市内的巴士差不多坐公车的人。7成是黑人啊！简单来讲，因呼吁黑人莫坐公车，你个规气用行去做工课就好啊吼。所以因呼吁一个代志叫做莫坐公车啦。莫坐公车嘛袂犯法嘛，对无？所以因呼吁这项代志，伊讲邀请大家继续莫坐公车，直到甲政府谈判来成功。为止，成功为止就是至少你莫叫阮迄个第5排，你爱留互阮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啊，第5排以后你爱留互阮嘛吼，至少爱安尼。不过这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无合作的运动的起点。换一句话来讲，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信徒呼吁。伊的牧师爱来牧养因，为因发声来开始的。马丁路德金恩伫这个第一遍，伊讲话对公众讲话，呼吁因莫坐公车的时，伊是安尼讲：伊讲咱需要将上帝放伫头前，互咱伫这所有的行动内底，拢活出基督徒。的样相，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一开始这个运动是教会行动，后来才是成做社会美国社会运动。然后这场无合作运动其实是改变美国近代历史。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上帝百姓呼求需要开始，
才会真做成就这场美国近代历史改变上关键的所在。这就搁那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的经节，当上帝呼召摩西讲，你爱去带伊的百姓出埃及的时，摩西讲：上帝啊，我算啥物？然后上帝是安尼对伊讲的，上帝对伊讲：我会，咱做伙来读出来记第3章12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讲：我会甲你同在，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恁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所以上帝讲啊，摩西所领到的证据，只有上帝的话保证，对无？伊讲要甲伊做伙伫地同在。总是要安怎带以色列人出来急咧？这就亲像阿伯兰出赫兰，只有凭信心才会当到。摩西甲以色列人对上帝信心的考验，也需要安尼。对遐个只想要用敬拜，就会当换到部分好处的其他神明。这位上帝上大，甲人甲神其他的神明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记得属伊的百姓的痛苦，伊应允遐个属伊的百姓的人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总是伊上时髦要求，因爱将一切献上，甲伊建立关系。对伊有深入甲绝对的信心，所以这样代志某一个部分，对上帝来看，也是看即群人的信心。因为安尼，所以当摩西摕到以色列百姓的信任了后，出来记第5章的第1节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后来，摩西甲亚伦去见埃及王，对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节敬拜我。上帝安尼讲，这是旧约内底标准先知讲话模式。摩西，所以对安尼来证明，摩西就是上帝呼召第一位摩西。因为希伯来文的先知拿比就是受呼召的呼叫者。我搁讲一遍，拿比，咱对圣经来看，先知什么会叫先知？拿比就是受呼召的呼叫者，听有意思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摩西是圣经记载第一位受上帝呼召去对法老呼叫的人，安尼叫做拿比。这就是圣经内底真清楚，希伯来文就是安尼的表达。那安尼，遮咱有一个疑问，其实历来拢有人有疑问。要看到法老真简单嘛？一个去就会当随看到法老。简单来讲，先来讲咧讲，摩西伫宫廷埃及的宫廷大汉，伊知影宫廷是安怎运作，所以伊若讲到有神要带信息互法老，应该有法度。总是后壁咱阁有发现，阁有人直接去记着法老，啊是安怎？咱等下到遐，咱还阁来讲。虽然上帝捌透露讲法老的心意，总是这时的摩西可能也未意识到这个任务的困难。毕竟伊过去烦恼，咱来知影伊一直烦恼，所以伊一直拒绝上帝的呼召，
对创世纪第3章开始就是安尼，伊烦恼的代志拢无成真来啊，上帝拢互伊一路跟今仔讲游戏打怪吼，一路安尼改成拢好势，安全来到遮。所以摩西第一遍到法老进前，就直接照上帝话命令王，你爱放我的子民离开，互因去到旷野守节敬拜。虽然当时埃及，咱今仔日读到埃及的批卷，当时用批所写的批卷内底，确实有记载。有一寡法老会放伊的做工的人宗教的假期，用阮因去敬拜神，第一礼拜长有到8到14天。当时想要到的是王对摩西所讲的话的回应。出来记第5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讲。上主是啥人？我哪着听伊的话，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也嘛毋准以色列人离开。新约教是安尼讲，新约教讲，伊出来记所记载的征战，毋是以色列人甲法老，嘛毋是摩西甲法老，是以色列的上帝甲法老中间的征战。检查摩西直接的表明，有可能互法老受气，因为一开始法老是因为惊，咱也知影出来记第1章，法老是惊即群人生养真多。咱知影出来记第1章第7节咧讲，即群人生养真多，就亲像创世纪一开始咧讲的。迄个上帝爱人的款式，迄个生养真多，所以法老就惊讲，生养真多，等下人比阮较多咧，所以才开始推动掠因做奴才，甚至开始推动要灭这个族群的计划。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这时的法老并无表示伊对这群人的上帝完全无了解，毋是哦吼。这时的法老已经小可知影，这群人的上帝可能有真厉害的所在。伊是借着好人上帝主权来否决这群以色列人自由敬拜的权利。王佮安尼讲，我毋捌上帝，佮较显出伊的心意。伊甚至安尼讲，我何必听我哪着听伊的话？伫法老的心内底，伊做埃及的王，佮那神的埃及神。伫埃及就亲像神，互人敬拜，所以埃及这神拢伫伊的手下面。伊要安怎就安怎，伊毋捌上帝，就表示伊袂听上帝话甲命令。出来记第5章第3节刷落去，摩西甲阿伦佮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甲阿伦讲，希伯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请互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上主，阮的上帝献祭，才免伊用瘟疫甲刀剑伤害阮。因为法老即时真强硬，所以摩西改用较平缓的语气，搁一遍提出因的要求。神学家咧对咱讲，瘟疫甲刀剑是旧约惯用的语句。用来象征上帝的审判，所以摩西甲阿伦的请求是安尼讲：王啊，你爱放阮啊！无上帝用瘟疫甲战争阮受气。稳重的意思是啥物货？到时恁嘛包含在内，听有意思无？
稳重的意思是安尼吼。上帝咧对阮受气啊，但是瘟疫甲刀剑无咧看人的啦，无咧看人的，所以来到时恁嘛在来啊。当然，这上时嘛有个刷落去上帝迄个受气所要带来的灾难。出埃及记第5章第49、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甲因讲：摩西、亚伦，恁是安怎叫这个百姓卖做工，转去做工？埃及王佮讲：现在这个民族人遮多，恁既然叫因停工，这段话其实历来其实就有抄本顶头的差别。现代中文译本是犯罪，啊，这个民族比埃及人更较多。真的是现代中文译本是顶一个抄本撒玛利亚抄本来的，透过安尼来凸显法老对这群人迄生养真多的惊吓。咱来知影生养真多。有当时啊是欢喜对无？咱应该是看做欢喜啊对啊。结果有人感觉迄个是惊，互人会惊。好啊，本是安尼翻译，看这地的以色列人大遮多，事实上只有住伫高山这个所在的以色列人，人口绝对无可能较多过埃及人。然后原文其实无以色列人这个字，新学家认为讲会当称法老伫遮所讲的叫做即群农夫或是贱民，所以第5节会当翻译做看，打即群贱民遮尔多，恁既然阁叫因放下因的担。出埃及记第5章第6节到第9节，刷落去是安尼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较长吼，做伙来读来。迄阵埃及王命令埃及的督工甲以色列的工头讲：恁莫阁亲像以前款袂过，互即个百姓做庄啊，袂过，互因家己去刻。就要求因做甲以前同款数目的庄啊，连一块也袂减值，因分大，所以大声要求要出去因的上帝献祭，就互这个人做较重的工作，互因添加袂去听人使弄。哦，台语真特别哦，迄使弄其实是。小可伫旁边迄个煽风点火的艺术啦，然后使弄咱等下会当随上原文其实有搁较深的意思。咱来知影出来，记内底有2个法老，第一个法老要杀摩西，后来死，会记住未？哦，第一个法老要杀摩西，要杀摩西的迄个法老是因为安怎？因惊啊！伊真惊，即群人吼生真多，想尽办法想要减少因人口的数量。第2个法老就是即摆咱读到的即个法老，小看无共款，伊想要利用即群恁既然加真多百姓来当作提供全埃及的生产力。即群人阁会当利用因来维持家己权力的工具。咱知影，古早即个做砖头起城，迄个是啥物意思哦？吼，就是保护住伫内底的人嘛，对吧？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迄个是咧维持王的权力，听有意思吼？所以，一块小小的砖仔
角安尼慢慢起起来的过程，其实是咧维持，就是维护王的权力。所以，伊毋法老毋歹款待即群人，王要照着摩西的话受气，加互即群以色列人更较重会担，无要互因做庄仔的草稿，却要求交共款数量的庄仔。实际上，现在咱若去巴黎的罗浮宫内底，咱阁会当看到当藏伫内底埃及的花冠顶头，是写着记载当时工人所交庄仔的记录。即摆咱阁读会着，阁看会着就对啊。简单来讲是安尼。古早埃及的庄仔角是用水过。即个水过着迄个涂刷，然后加上迄个豆角，加上豆角了，用迄个茶用茶来底互湿，然后上尾是用拍的，日拍就是烘哦，所以因有当时有迄个烘互焦。来做成成的，当时做工的人，即摆现在阁读会到迄个记录，工作的环境真恶劣，需要忍受真悬的温度加蚊仔咬。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自古以来，这个自我中心的独裁者，为着要保持伊得到的利益。因看到别人的要求，只会指责讲恁笨蛋，就亲像法老共款。然后，这个反应是啥？恁笨蛋，恁也来抗议，恁笨蛋。所以，伊阁加互因重担，完全无考虑到宗教自由甲人性的尊严。第90号学本是翻译做叫因落落，无听。虚假的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法老认为摩西所带来上帝的话是虚假的，用安尼做理由要加重以色列人的落落甲痛苦。有神学家认为，这有一派神学家认为这是法老调工的。换一句话来讲，调工要互摩西甲以色列百姓。中间产生分裂，调工的，是检测这是法老的政治手段，因为这群原本伫黑暗受压迫内底以色列人，因为摩西出现，有一寡希望，所以法老就指摩西讲：“你讲白贼。”佮调工讲，恁呼求的宗教假期是因为笨蛋。咱爱知影，以色列人确实呼求，总是因为因受奴隶，伫暗暝所发出来的啼哭哀叫。咱来参考出来记第2章23节，伫遐原文的意思就是海惨啊，海惨的意思就是。咧受压迫的时，黑暗中讲袂出话，迄种的呼求，总是伫法老的眼中，因是贱民，因阁是我的生产工具，不配得到休困甲敬拜的自由。因发怨言，我要用更较大的镇压，叫因听话。咱来知影草仔果是当时庄仔角要成做庄仔角要紧的工具，就是互规地庄仔角会当连调的加成关键的因素。所以出来记第5章12节到13节刷落去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以色列人就四散去埃及全地，捡麦长的头代替麦果。督工压迫因讲，恁逐日交出来的庄仔的数目，就甲有互恁麦果的时相款。所以减这个麦果，互即群人哀爸叫母啊！啊，以色列的这个工头，因为安尼受到鞭挞，所以刷落才会发生这项代志。出来记第5章15、19、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的工头就来甲埃及王哀求讲：你是安怎对安尼对待阮？督工无卖过互阮，佮要求阮着交上款数目的庄仔，阮互人拍，拢是恁埃及人的毋对，绝对毋是咧指恁埃及人，毋是指法老毋对吼，绝对是指迄个。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啥物话？换一句话因叫做越级投诉啦，听有意思无？我就去找迄个上悬的。所以事实上，即群以色列的头人认为，误认为即群埃及的督工假传圣旨啊，想袂到法老亲自确认，这就是伊下的命令。咱爱知影，确实有文献记载，伫古埃及的第19王朝，就是大概主前12世纪的时，努力的工头跳过埃及的督工，直接法老来上诉，确实有即款的记录哦。所以，请毋通掠做这是假的，确实有即款的记录。总是当以色列的这个领班、这个工头知影是法老亲自确定下命令的，因就知影代志大条。当因对王遐出来，摩西甲阿伦拄咧等待因交涉的结果。出来记第5章21节，刷到伊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就甲摩西甲阿伦讲：愿上帝监察甲恁刑罚，因为恁害阮互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怨气，互因有理由害阮。咱爱知影以色列这个工头的话对摩西阿伦无公平，因为摩西还未出现的时，法老已经怨恨以色列人，总是以色列人因当时可能无啥知影，已经怨恨，已经惊以色列人啊，总是因拢毋知影，甚至法老也已经实施迄个灭族的计划，因为当连摩西出世的时阵，拢差一点啊。就受到遭害，所以伊个无将刀交伫埃及人的手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头到尾拢是法老，对头到尾拢是法老。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摩西伊诚做上帝所呼召的先知。伊即时其实是真勇敢，就直接面对法老，直接讲上帝心意，放我的子民来离开。这位上帝，请即群伫埃及做奴才，即群已经袂记起家己先祖上帝，甲家己的上帝的人，做伊的子民。这个表示这样代志，这个表示这位自有拥有、无受控制的上帝对伊子民信息的听。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事实嘛咧对咱讲，
当咱成做伊的子民，就无法度拒绝伊伫咱生活以外，因为甚至咱已经将伊放袂记实，伊还会记实咱。然后咱会当亲像亚伯拉罕甲摩西甲伊安尼讨价还价。咱爱知影亚伯拉罕已经刷落来的摩西，咱会读到；伫出来记记，咱会读到。甲上帝盘烂呢？总是虽然安尼，这位自有应有的上帝。凡事照伊旨意话语来行，所以咱袂当用咱的祈祷讲要来控制伊，就是因为上帝无法度控制伊，才是真正的信实可靠。总是对即群因家己感觉上帝跟他。长时间已经伫因生命中欠缺的上帝，即群百姓来讲，爱因相信并且信任一位看袂见、无法度控制的上帝，绝对毋是3天2暝就会当达成。无怪即时因会埋怨摩西甲上帝，总是这表示摩西已经失败了吗？是教师摩西啦，对这个时阵就放弃，就亲像第一遍伊拄着困难共款就逃走，毋愿继续用信心坚持，确实是失败。总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时，因为摩西只是无啥共款的，伊无啥共款的是啥物货？无啥共款的是，只是摩西手中。有上帝的管，甲过去无共款啊吼，总是歹势。迄个人若无上帝的管，迄个人嘛是幽怨软弱软正的人。总是即时的摩西无共款，只有一项，有可能伊年纪较大，即时的摩西，总是更较要紧的是，伊手中有上帝的管。总是这整个的现象，更较凸显的是法老心硬，伊毋愿听摩西亚伦所代表百姓的声，甚至伊藐视上帝的主权。新亚家认为刷落去出来记记第6章到11章，就是咱刷落去所读到的，其实是上帝对法老即时的心硬所做出来的回应。所以咱刷去读到，拢会读到上帝对法老的反应，即时的反应。现代咱的科技真进步，就亲像我咧做 PPT 共款，我写讲道片写了，我牵入去 PPT 大概1-2分钟哦，可能免吼，5分钟啦吼，5分钟就做出来。真厉害，完全无法度想象过去会当安尼完成。虽然佫需要改，总是这科技的进步，时常互现代的人误会，掠做好，咱即摆人有够厉害的，高举人造工程的技术，所以不管是人所做，咱若现在所做的，以及未来咱所看到的，不管是三峡的中国三峡的迄个水库，或是台湾所做的花管公路，甚至是刷落来要开4个淡江大桥。当起做完成，拢是有人，拢听到有人会学了讲，人一定会赢天，人定胜天，这个话。实际上，人会赢天这个话，
后来真正有做伫台湾即个岛屿顶头，真正有做一个牌啊。因为伫台湾东部海华山的第11线，我近花莲要落去到台东的路林，我近石门这个所在就捌采一块人定胜天的牌啊，石牌啊。因为伫这个所在海花拢是石头，真歹开路，所以第11线咧开路的时，是当地阿美族的青年用迄个真正是安尼真辛苦来开垦，将迄个大石头真正弄做一个洞，安尼穿做路来经过。所以因当时就采一块石牌，讲人一定赢天。总是2005年有一个强烈的台风，叫做苏迪娜，来到台湾的时阵，经过了这块碑就无去啊。所以咱即摆看，今日咱看到历史的记录，无法度看到即块石碑，因为咱即摆去石门看无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无需要过头高估人，因为特别当人搁那完成真厉害的代志，特别人搁那真有权威、真厉害、真巧。迄时就爱真细致，家己是毋是心硬固执。当咱毋愿听上帝话时，检采就是上帝审判要到，要将所有咱认知的一切来反转的时阵，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你知有时阵阮过头掠家己的厉害，过头掠家己的主见，毋认你，所以阮会发出疑问讲：上帝，你是啥物人？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知你是阮的主。当阮嘴承认你是阮的主的时，就表示阮愿意降服伫你的话、你圣神引出的内底。我嘛相信，伫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侪一切，真侪其实是人固执心硬所造成的。主求你也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降服伫你的话内底。帮助阮知，这个世间罪恶的现象，其实是人的心硬所造成的。求你怜悯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咱再来研信息第500首，你心志就换新，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来互赛心歌主。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来互赛心歌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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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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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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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心志的我心，你心志的我心，你心志的我心，来好赛心可主，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来我的灵魂，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的患难的吞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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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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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你望的欢喜的患难的吞沦。会众请坐，奉献。请一律方执事蔡一如执事来书献。请会众起立，三个来吟奉献的诗。只是广告里心人，咸汤白白顺电，虽然不大嘅苦情，我力甘那我所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来悦纳。也希望这些金钱能作为扩张你的国度、喂养你的教会、怜悯贫穷软弱。我们将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伫个报告的大声，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丁书表的下面，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埃及王讲：上主是啥人？我哪着听伊的话，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嘛不准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记5章第2节，请。埃及王讲：上主是啥人？我哪着听伊的话？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嘛毋准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记5章第2节，埃及王讲：
上主是啥人，我哪着听伊的话，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嘛毋准以色列人离开。主要是5章第2节。请掀开周报的第1页。周间的聚会甲小组聚会内容，下周的主日服侍人员分配，请家己来看。第2页奉献的明细，若是有错误的，请来向办公室来做更正。请看第3页消息的报告。本周日4月12号，第1点，4月份定期的中执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请中执出席来参会。中执会了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来参会。第2点，大楼的管理的委员会伫4月18号下晡3点伫701召开，请委员出席来参会。下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请为伊的事工来奉献代祷。第2点，传道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请部员出席来参会。第3点，立学经的审查会伫下午1点伫9楼的召开，请审查委员来出席参会。教会消息，下半年服侍的当天的招募，主的圣殿需要大家来共同来参与，斗阵来服侍。若是兄弟若有感动，也是有意愿来参与服侍，来到欢迎来到咧4楼的公布栏，也是办公室来登记。第2点，福音之声的音乐会，演出的时间是4月26号下午1点。地点是咱即摆的礼拜堂，本场的音乐会是免费的入场，欢迎兄弟拢来听。第3点，5月10号母亲节赞美礼拜甲福音餐会，时间是上午9点半。迄天的2场礼拜合做1场，邀请无声合唱团来献唱。欢迎全家大家来领受祝福。福音餐会邀请福音朋友甲未信主的人来参加。第4点，5月24号野外礼拜，地点是双连安养中心的礼拜堂，13行博物馆。请踊跃来报名来参加。第5点，2026年夏季学校动工的招募，只要你是高中2年到大专的青年，欢迎恁拢做伙来参与。第6点，2026年夏季学校开始报名，对象是暑假了后是国小2年甲国中1年的学童。详细的资料咱家己来看。教界消息，新竹中会大众传播部8日区会2026年教会音控的讲座，主题礼拜的幕后魔法音控的关键角色。若有要参加咱报名到4月24號截止。请牧师来介绍补充报告。我来介绍今仔日第1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第1位是陈汉仁兄弟伫头前的陈汉仁弟兄嘛，对嘛来请起来给咱介绍，请坐伊是对澳大利亚登来到台湾探亲啦所以什么时候会在台湾留多久？下个礼拜就回去欢迎来这礼拜请坐请坐。还有2位是红叶长老的
朋友，我毋知是毋是对美国回来吼，吕信元加廖修华伫边啊吼，是从美国回来吗？从美国回来啊哈啊，欢迎，会在台湾留多久？还是会住在台湾的？跟2礼拜啦哈，跟2礼拜。欢迎这段时间有机会来做伙做礼拜吼，咱搁一遍来欢迎因哈。愿上帝帮咱夫妻，倒我无介绍的，请倒我提醒，因为我目睭无遐好吼，有当时也看无吼。我有伫遮有几项代志，甲大家补充报告。头一项要邀请咱大家来报名野外礼拜。咱伫5月24号要去双连安养中心甲13项博物馆。这个爱订车甲，所以阮爱提早有准备迄个车辆，所以要拜托咱大家会当尽量提早来报名。第2项就是刷落来，伫4月底咱有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咱我对旧年开始，我就感觉讲，咱的教会不止会当诚做礼拜堂，咱嘛会当开音乐会。所以咱伫旧年就试用音乐会方式伫这个所在来进行。不过因为旧年咱是甲音器合作吼，今年嘛同款吼，就是咱邀请的音乐家伫遮开音乐会以外，音乐家佫会来见证因的讲因生命的故事，讲因生命的见证。所以这嘛是咱教会开音乐会要紧的代志。所以透过音乐会听见遮水真好的乐器的声音以外，咱一方面嘛听到音乐家的故事，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咱到时阵这个免费，所以伫下晡时的1点，意思就是讲，咱来做礼拜了，会当听音乐了后倒去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啊吼，就是听音乐了后倒去吼嘛，请咱嘛会当邀请，因为这是社区的音乐会。所以嘛要邀请咱咱的朋友来听吼，拢会使，这个因为无收费，所以欢迎。我毋望咱教会会当慢慢有这个风气会当产生，所以下半年度嘛有一场吼，咱今年安排就是顶半年度一场，下半年度一场，嘛毋望咱来当然嘛会当为因来奉献，因为因此要维持迄个团契。音乐家的团契其实是真无简单，所以到时阵嘛会当为着因来奉献，会放迄个奉献箱伫迄个门牙口。所以请咱会当招咱的兄弟姊妹，还是朋友、厝边隔壁来听音乐会。上时随上不只是音乐会尔，咱母亲节迄天嘛要特别邀请咱的厝边，特别若会使甲咱的妈妈、母亲做伙来。只不过有一个声明，就是迄天教会无准备便当吼，因为所以是要请你甲妈妈做伙食饭。除去是咱邀请的福音餐会的朋友，是安尼。所以请咱爱会去即只的吩咐甲交代，多谢咱大家做伙为着教会来服侍，愿上帝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祝福齐恳，圣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会众起立，因全首，音员请牧师来教导。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得老我水，
你蒙母阿弥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抚养主的天堂。老我追，你无母阿弥看见主的光。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这歌请信乐队平安甲你同行。电甲袂倒。咱互相来请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